哎，无我今仔穿甲足水要去佚佗，当然欢喜。嘿，你的朋友诶，这两位吼，哎，来点名一下，哎，欣咪，大家好，我是叶欣咪。友人，哎，我是友人好，拢来哦，就请，来准备好啊，哦，来今日要去佚佗，来一人一顶，来哦，哎啊，佚佗你分得过来啊，过嚟啊，过来啊，系啊，啊，唔就要去种田。系啊。就是要去种田。哎，啊你安尼算，哎，其实我等下有代志。真来害你，今仔日穿甲足水啊！我穿这个熟的，就要去种田。我嘛是想好想啊，无啦，你给个机会，今日要去的农村庄卡所在，要去看世界啊，食物件。有名好食的，啊，这就是气氛啦，气氛。安尼会使啦，大家请坐，免拿看啦。哎呀，咱食人物件嘛是爱气氛爱演一下。但是呢，要出发之前哦，咱导览先生讲故事之前，咱要来考试一下。快问快答。哦，最好，准备好啊未？准备好啊未？好，来开始啊！第一题，耗子，恁若是带一个女性的朋友去佚佗，2天1暝，你会带啥？袂使讲你的某，袂使讲无。哎，查某囝？啊，大牌。啊，大牌是哦。OK，very good，OK。哎，那友人讲出3个后壁，一定爱食的美食。后壁一定要食的美食。你唔知？小妹解救，要不要解救？爱食啥？臭米真米，一定要食米，好食。哎，搁有啥？三种哦，来哦。烤鸭，我有点过的烤鸭。会使食啊？我有点过后壁的烤鸭。台南后壁酱啊，酱鸭。OK，这是三种啊。OK， 好。多谢。听咪，台南的后壁区的青仔寮是倒一个平原？青仔寮的平原，台南平的嘉南平嘉南，敢是？哎，我唔知无答案。你这个听平常的啊？你讲问个无答，奇怪。啊，无咱等下使问导览先生啊。就是安尼，这是有设计，有设计哦。歹势啦啊！咱咧准备休一个吼，咱导览先生要来啊！啊，今仔日要带大家去佚佗的所在，拄仔有讲，后壁区就是这台南，要去台南，青仔寮，有去过无？青仔寮我捌呢，你捌？昆明北遐嘛，昆明北对嘛，无美乐啊，我捌去过。对，咱要去后壁区，有一个拄仔讲的无美乐，纪录片，纪录片就是伫遐翕的啊。这所在呢，就是正道。稻啊，最重要的米仓，嘛是一个最有人情味的所在。啊，今日咱的导览先生呢，嘛是台南人，伊大学的时阵就去庄卡所在去农庄做社区营造，超过10年啊。伊改造的所在嘛超过20个。啊，佫有一个外号哦，叫做农村阿公阿嬷杀手。那真歹咧，真歹呢！阿公阿嬷拢有会，搁要安尼讲对他，因为外派来邀请伊出来，来欢迎社区好少年阿君，高吹呢，阿公阿嬷杀手。哎，你自我介绍一下。哎，来好，我姓罗，我叫玲君。玲君。哎，咱有一个口号，要画一个。好，要画一个。好，咱开始。好，跟我斗阵来切了，做伙感受龙井味。龙井味啊！看起来，你讲对啊。系啊，感觉足少年呢。啊，那讲啥物？阿公阿妈杀手啊。是啦，唔是安尼啦。阮的杀手的意思吼，是因为吼，人拢讲有迄个爷奶杀手嘛，啊，我就是迄个爷奶杀手。啊，是因为吼，
我都介意甲因开讲的。阿公阿嬷介意你啦。嘿对，拢要甲孙介绍互你。嘿，真的哦，嘿，我忝啊，互迄个剁几啊地，这嘛袂。哦。伊是阿公阿嬷的杀手吼，阿公阿嬷拢听伊的，伊训练阿公阿嬷做导览员的。哦，这里啊。阮这个青寮社区哦，训练有上济时有10几个做伙。十几个做伙。所以淡薄做导览先生。是。因为阿公阿嬷有会，伊的记性可能无遐好啊，所以会使做导览员已经足厉害啊。吼，啊，青寮这个所在，互你感觉你上介意的点是啥物？我感觉上介意的点吼，就是伊有啉情味嘛。因我感觉上水的，遮上水的风景真正是遮的人。所以来到遮，拢希望大家啊，拢会当甲遮阿公阿嬷，你莫歹势。你若用笑容甲因对待，伊嘛会甲你看几个，佮甲你讲话。哦，唔能惊哦。对，弟弟拢去因兜，伊若多好，因兜就才好着。有可能，咱搁一个问题，伊若讲阮去后青寮，爱有啥物是一定爱食？啥物是一定爱食哦？因的挂油啊饭，因为以早哦，咱农村吼。咱若做事，大家拢会做伙帮忙修行。对。啊，修行，咱大个人来帮忙啊！啊，所以因较早因就会请这来帮忙的邻居，吼，啊，就煮这个挂丢啊饭，互大家食。就是你的厝边来帮你斗挂丢啊嘛，啊，你毋是讲算钱1点钟偌济，毋是，迄是大家要来做伙斗相共的，还是你要表达你的感谢，你就煮一顿饭，哦，感谢因来挂丢啊，所以迄顿饭叫挂丢啊。做了解呢，就侪感恩，就这感恩咧内底，毋是讲你算钱互伊，毋是安尼。咱即嘛无共款。是啊，即马拢爱算钱。对，而且讲个足贵。我即马爱算钱，搁爱有便当。对，拢爱。两项拢爱。嘿啊，阿君今日有足侪足有人情味的故事，甲农村的好耍的物件、好食的物件。啊，你开始帮咱来做导览哦。好 ，OK， 欢迎阿君。大家好，我是梁君，今仔日就由我来带大家来青寮耍哦。来去。耶！来，咱讲到青寮，恁头头有人讲青仔寮吼，这就知影恁可能是阿公迄辈的人哦。哈？因为青仔寮吼是以早人咧讲这个所在古地名呐，吼。啊，因为以早遐有啥就会叫啥，对。所以我要来问大家，青仔，这个青，这伊呢是啥物植物？槟榔，包叶啊，无包叶啊，不是啊，槟榔啊，小青，小青，这是蛇，是啦，小青，大青，大青，其实你大明青，大派，好，来，我来宣布，恁头都有讲到小青大青，是啦，但是吼，咱毋是安尼讲，咱会直接叫青啊。因为这个植物咧，伊就是咧做迄拿泥有无？有迄做所谓拿泥的衫，伊个泥料，这个原料就是这个青啊。以早遮咧种足侪青啊，所以遮还佫有足侪迄个工寮，做这青啊的工寮。所以咱遮会叫青啊寮，所以阿公拢会叫青啊寮对。安尼哦，青寮哦，吼，青寮，嘿，青寮咱就少年人好。所来咱来看这个位置吼，咱头都有讲到咱青寮伫后壁区，后壁区伫台南上北边。嘿，啊，所以因过一个北种溪就是嘉义啊，所以以早呢，这个通道为迄个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啊，所以伊足早就发展起来，这老家就安尼慢慢起来。老师，所以青寮是伫什么平原顶悬？嘉南平原。你讲对啦！容易啊！再来咧，咱就来看后一张，互大家感受一下咱的农村味。咱这阿伯吼，牵水牛，伊常常的吼会牵来行来行去。啊，即嘛无种田啊嘛，伊就牵牛，啊去表演安尼啦。
有人有人若要去坐牛车，就请伊甲这只牛牵出来。所以伊甲牛是上好的朋友。咱拢会看到这个画面。咱搁后一张，搁来感受一下。像这阿嬷咧，伊咧拍啥货？伊种做菜哦，番马，搁有这姜哦，豆啊，豆伊这咧创啥咧？伊咧做酱。因为因兜种足侪物件，种足侪菜，有啥物菜啊？唔知问伊就知。所以伊这吼就是番马啊、豆啊，拢是因家己咧种的物件，所以因就爱做酱。安尼因较够会当有迄个种子，会当个做酱就是做种，爱晒干晒。而且庄卡阿公阿嬷，迄身体拢作用诶。是，伊拢穿个皮鞋有无？对，正皮，正皮迄脚底干已经有够高诶，高诶呢。伊了会伫门口口哦，安尼假日的时候吼，伊伫门口口买菜互大家吼。好，咱搁后一张，刷来这个番薯白，阮嘛感觉足古锥的哦。伊虽然即马无伫咧啊，但是伊伫阮的记忆当中拢是足古锥的。阮若去到因为我是杀手嘛，我去到伊遐若看到伊，我就会甲伊指掌。爱杀一个。伊是木工师傅，伊伫工作室头前，伊会拍迄个菜干。咱若咧行伫咧这材料吼，就咱会看遮农村的农情味，遮尔丰富。你若行过阿公拢安怎甲你叫？拢叫阿君啊。阿君上简单，无有人嘛是叫我名叫灵君呐，而且还有人甲我开玩笑，讲你名有灵有君，是要去做皇帝哦？无啦，无。是安尼。好，安尼刷来咧，咱看了这农村的感觉哦，安尼敢有迄个气氛啊？安尼咱来行去老街，这间厝，唔知恁敢有熟悉？有熟哦，一间哦，就是这间厝，就是这间厝，吼。咱因为这个场景真正足水，伊互保留了足好。其实这个面呢，咱看这个面是伊这个中药房因生活的空间，这大的所在啦，头前还会店面啦，所以呢，这间厝一定是200年啊，而且因较早是为迄个家己的绿草规组甲搬来。好，刷来咧，这间就是咱景德兴中药房。这个厨啊，药厨啊，咱敢有感觉足熟悉。咱头中药房拢洗做安尼，内底拢系啊。是但是像这即马就拢无啊。较少看，较少看，除非因拢有留的，无留的就拢无啊。是。所以这个是毋是用足好品质的茶去做的？足好的。所以因会当到即马。汤要食。是。而且伊头前即间吼，伊拢是用插笋的，所以他都讲规组为跳掉，过客佮过来安尼。所以即间一定是咱台南市市定的古迹。而且即个厨啊，他倒迄个厨啊，是足侪人会想要当啊拍卡的。所以咧未来若来遮呢，会当来一礼拜遮佚佗，甲因开讲。因的新的一代呢，嘛有开咖啡厅。到时阵欢迎大家当来坐坐哦。咧规划就对。咧规划啊。好，刷来咧，老街咱继续行。敢有看到这间？白冰啊，白冰啊。对，这间就是咱材料有饲啊，伊就伫饲啊内面。这间恁敢有看到一个特别物件？咱知影这间是苹果饲嘛？对。人因会讲叫杂白。啥要这个杂白呢？这头家真古锥，因为古早时代，咱若要哮喘，咱像咱头倒安尼耗子安尼有无？大粒胃产来，大粒肝细粒肝，所以呢，因爱来遮哮喘。以前无咖啡店，所以就会来遮。而且佫有足重要的，咱要相亲，咱要谈恋爱，嘛是伫遮，嘛是伫冰果有咯，早冰果是就是遮尔重要。咱毋是介绍过，就是讲对方若有介意伊就会点迄个木瓜牛奶。若无介意的点西瓜牛奶，竟然有一个点苦瓜。真正无介意，有够无介比西瓜更较惨。苦瓜。这真特别呢。
啊，头拄阮讲到即个炸的物件吼，嘿，因为就是因为相亲嘛，嘿，啊，你头家真担心啦，莫互直接看的啦，嘿啊，所以吼，安尼袂互偷翕，吼，啊，煞来后一张来看咱的内面的装潢，吼，拢还佫做有古味的，吼，像伊这桌啊、椅啊，伊即个色地嘛是伫材料拢会出现的色地，吼，啊，佫有这咱这地板，这个磨色的地板嘛是保存啊真好，吼，啊，后壁你看迄个圆圆的迄个壁，吼，真特别，真特殊。啊，佫有即道壁，这个图啊，这个图啊，足古水的，真正古早味，真正古早味。较早迄个杯啊有无，拢一定爱用即种的啊。是啊，顶悬伊会写，这伊会写500cc童叟无欺啊。哦，顶悬拢有啥庆祝你的啊？你真正是阿公诶，你真正是阿公对，阿公你好，真的，吼，煞来咱看这装潢哦，有即个古早味啊吼，来，咱后一张。来，咱目睭来看这个冰。来，要互恁叫啊哦，这两项是什么冰？我知月见呐，月见。月见呐吼，因这是较简单啊。你拢讲金，因这是因的底，因的底是金蕉冰。哦，金蕉。哦，伊的清冰是金蕉冰。是。哎啊，黄色的是两仁哦。对，而且是青青的蛋黄。对，啊，所以因咧食的时阵，就爱加独的。伊看因会加这个头刀，所以就好食，有机会会当来食看。你有食过？我无食过这呢。真的哦，系啊，足可惜的呢。咱做伙来去。系啊，做伙去食一个。我上爱食就是这，我一看知影活煎冰，月见内行的。啊，这咧，另外这个呢是素果冰，素果，嘿，素果，酸四种，嘿，但是呢，你看奇怪啊，不看水果啊，因为一般咱会用水果对不对？无，伊家己开发无共款的物件哦。这两项呢是迄个因做甲杨桃甲迄个往来木瓜丝。哦，哎，甲这两项甲伊做成迄个咸酸甜啊，哎，啊甲红豆，绿红豆，啊来个会烫这，哦，这细项啊，这 QQ 嫩嫩的糖啊，哦，安尼这个四果，互恁食一个甜蜜蜜安尼，相亲成功，哎，足够水吼，再来咧，讲到吃应该要啊吼，虽然我无传冰，但是我有随时都瞄诶，哎，我嘛安尼感觉，紧甲饲拜托。来，咱来食这来补充恁的体力。咱来把这个物件揢出来，咱来要这个 QQ 嫩嫩的物件咧，伊到底是内面佫有掺什物件？好，我的助手来 Q 出来。哦，助手够助手，助手的助手，我吹起来哦。是不是就重咸啊？的，咸的，有够重哦。算低吧。竟然是安尼，来，所以阮直接忝嘛。你直接快啊，抢，就 Q，来，食原味哦，无味哦，咱会当先食料，我原本当作是蚵仔呢。系啊，我看见我就先菜头粿哦，你食一喙就知影，香咪咪，土豆味啊，你实在搞啊！哎，这是我有放哎，土豆菜头粿呢。系啊，你土豆味有够香啊，而且哦，伊这足密的，足实的，正好就 Q 啊，真 Q。我食素，这就是我上介意的，因为菜头粿有掺一寡虾米啊啥物，但这就是纯素的，纯的。我跟你讲，一人半粒。好啊。好，安尼包起来。冇问题啊。两半。土豆粿，你动作先慢呢。来者。哎，通常食土豆粿拢问什么酱？哦，在你问这个问题专业的。蒜头豆油嘛。对，咱在地人吼，问蒜头豆油就足好食。哦，这食原味就好啊。原味足香吼，原味诶，土豆搁比乌龟搁较真的，但是这不是讲去就有哦。因为你看，这若要做到遮大鼎。哦。以前咧做这粿拢是咱过年过节，吼，后生等咧大家回来啊，还是讲普渡，咱会做伙。活动，你有活动的时阵，吼。小华，你莫下真了无？我讲甲你你摕看卖，你看卖。大家来去，足1000的啦，已经1000的。因为这是正港的妈妈味啊，妈妈的味吼，
就是爱分量足大。对，一定爱。一定爱的。有一种腰是阿嬷家里的腰。对，无唔对。所以这项物件伫青寮啊，有伫青寮有特别这种味。安尼咱介绍到这，咱有较了解这个青寮无？有啊。安尼我等下就要来考大家啊！准备好了没？好，来上爱考试啊。头一个咧，要甲恁考一支啦。哎，咱来要看嘛，因为咱头都讲嘛，咱这是农村嘛，所以农民足济，咱就需要有农具啊。农具以前咱老家顶面就足济这个行业。安尼这个行业咧。伊就是咧做农具的，要互恁叫讲即支咧，咧做倒一种农具的家私。啊，简单啦，你若先问我，迄答案就出来啊。嘿妹，你刚才卖给我看就好啊。你中华人嘛，你中华大，我嘛中华，你问我就加问的阮两个真正是歹势讲的。你中华倒位？中华市何必？中华市到何必啊？我三民路啊。我这个变婚林呢。行啦，来，你先讲，你讲。但是我讲我又唔对，我是要鸡啊呢，就是镰刀啊。刀啊，镰刀。咁系啊，咁是。系啊，伊这就是吼，伊这你也看伊只白白，所以伊做出来物件一定有白。啊，农具吼，迄伊就讲刀啊嘛，咱就卖共款嘞，无我就汤啊，我汤啊，做汤啊，做汤啊。我甲你讲，较早伊迄牛车吼，伊外口伊迄个链，伊是无塑胶迄顶的，所以你牛车你若要转弯的时阵，爱靠啥？爱靠一支。伊要安怎换？你就是爱。该插落下骹，互伊链啊，到着这个时阵，伊会开始安尼挖一个。是。你去，咱有车人拢坐伫顶管，我搁爱落来。你要紧落，无你冰车你就累惨啊。趁人啦，来大家看伊的面，伊的表情。应该有人对吧？中华人个中华。这是真的，咱来公布正确的答案哦。吃练没有来哦。就是烟炭，对，这个农村味一定袂当互取代的，不是吊车用的啦，不是哦。这个跟烟炭有啥物关系？有这个关系，而且这个叉孔吼，以前唔是安尼哦，伊唔是本来就安尼的形，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是规条的，伊是讲甲白呢，伊是安尼直安尼规条。咱以前伊就用这支叉孔吼来做制作这个烟炭，拢用这支讲好白啦。伊是咧讲迄个烟就对。对，讲迄个形甲伊讲出来。刷来吼，咱来介绍，阮会叫阿雪姨啊。阿雪姨啊。自早咧，你做这其实较早拢是查甫人咧做啦，因为这粗工嘛爱做有力的。啊，来变伊爱因翁咧。因翁得过身啊。所以伊30岁的时阵，30几岁伊就开始甲这个工课接起来，因为伊爱生活啊，啊，佮有囝爱饲啊，所以伊就是用这支，靠这支本来伊是安尼直安尼，啊，这30-40年来安尼扣到变这形安尼。其实安尼对啊，你的答案嘛是对，因为伊嘛是用这支甲伊规家伙啊吐起来。对啊，吐规家伙，所以我哪有唔对？我中华人。但是呢，咱即马时代咧改变，咱即个阿雪伊嘛无互即个时代淘汰啦。所以呢，伊嘛有做一寡新的材质，像迄较金的有无？迄就是白铁啊。白铁啊，咱下骹你看伊，佮有做一寡做古锥的形的，做古锥，佮有这迷你的，做蒜汤。这吼，即马这就变装饰啊。这就放沙克啊。最大。啊，这豆油啊，这做古锥呢。真的做古锥，啊，佮有比这更较细项的。啊，愈细项其实愈歹做啊，这手工有啊。就这咖啡店啊，用这来整植栽啊、多肉啊呢，做古锥呢。你有你太行的，就像安尼。伊这特别的为着即马有这个需求，来做安尼。迄个爱心嘛是只啊，伊安尼豆。对，你讲到这重点，伊做爱做爱心的。你有看卖？这卖偌济？这有看卖？手工的呢，手工的啊。
又快买。我甲你讲啦，阮中华人是上实在。我甲你讲袂甲啦，人骗啦。我若只要一定要对，要信无？那无你真正头壳我看。买啦，你来自己讲。来，我讲350。350。哎呦！哎，伊是问迄个啦，伊是迄个大。偌济？头看。我拄则就看到。我中华人。其实足俗的，真的足俗的，手工呢，好，真正的。刷来咧，要来带大家是送一个，送来这了会当送一个，真的哦。嘿对，以前有一个老的行业，吼，就是剃头店，剃头对，所以呢，咱来摕一支来，噔噔噔噔，这是啥？你有看买？来，你看麦。一定知啦，我知啦。伊无伊看这大家拢在剃头店的，就是伊啊。我在话顶地，这特登剃。我头毛这。无，因为我妈妈是美发师。哦。就是用耳啊。要耳，叫啥？对，这叫，但伊会叫讲，咱会叫伊小息啦。小息啦，啥要叫小息啦咧？小息啦，悄悄话，这个小息啦，讲明明。啊，你讲话是毋是喵喵吗？啊，就是安尼送一个，会感觉。这是绝版品，一定要足细腻，好无？你又看卖，摸看卖，迄摸有够油的。因为这题目咧，要互恁来摇，咱这个摸咧是用什么摸做的？摸起感觉足舒服。虾米摸？虾米摸3种无共的摸，鸡摸，混椒摸，鹅摸，摕一支，对，安静。对，我记得对。哎，你是鹅摸，我是鸡摸，我是混摸，放伫咱的科技装置上。我一定对，我中华人，我一摸我就知影这是鸡摸啊。哎呀，我就感觉伊讲全台湾无第二支，这就是混椒啦。咱要揭晓答案哦，正确的答案是啥物呢？你有信心无？一定我对的啦。哎，混椒偌我一贵的。摸就知影啦。混椒比赛买出去是白鸡摸嘛。是鹅摸，是你啦，鹅摸。感谢，我是婚姻党。是鹅摸，但是咱看就是一定是鸡摸啊，足油啊。因为咱这个鹅毛吼，每一只鹅固一个所在会当有这种毛，伫倒位咧？只鹅干那一个所在。不是，脖子，不是。敢若一个所在，我歹势讲啊，因为迄个歹势讲，对人卡，不是，哎呦，佮较歹对，尾啊，嘿，伫尻川毛呀，尻川的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毛的所在啊，无毛管，咱头拄看到其实有鹅毛嘛，但是伊是用迄有毛管的所在，无毛管，嘿，这个所在是无毛管哦。无这两个有啥物差别？用过甲无用过？你叫详细甲看。啊，这是棉花，这敢棉花？这唔知呢，这吼我个知影，这咱材料的有啥物差别？这较密啊，对啊，较水啊。啊，讲起来感觉咧？轻轻哦。啊，无你用迄个用你面的电管。这个加足舒服的呢。嘿，这个鹅毛较有弹性啊。是按，而且这是吼廉价的啦。啊，咱这吼是手工的啦。一支偌济？哦，听讲吼是15块尔。15块哦。啊，这咧？啊，这是几啊百块。哦。嘿，伊这个工足油的，因来讲，因为开头讲啊，每一只鹅会当有一撮嘛，所以因这只就一定足特别啦，有一撮尔。而且呢，咧家己处理迄个过程爱足幼路的，所以这个阿伯呢，伊就爱家先爱洗清气，佮看，甲这个毛用线绑起来，迄个曲线。其实做幼路的，迄若咱可能会啊，一直落去。哦，啊帅。敢若做毛笔的。是啊，差不多感觉迄个有迄个感觉，啊，家收，家迄个形收起来嘛。啊了后咧，咱来甲吹油打。哦。吹油打了后，伊就会蓬蓬的。嘿。对。这15块个会拿落呢。系啊，所以迄绑的时阵足重要。哇。所以这个消息较准啦。是，消息较准个。消息讲的消息较准。是，吼，紧甲收起来。
歹消息，歹消息，而且因的这个，你有发现这个碟仔的所在无共款嘛？嘿，伊这是用碟仔做的，啊，这唔是啊。啊，这有无得签嘛，得签嘛。嘿，所以迄每一个部分拢是手工去做的。绝版的绝版呐！因为即马这间店已经无伫咧啊，即马这个老头家已经过身啊，所以开讲绝版呐。所以要带恁来这个看这个，咱车料嘛有一个甲国际 迄个 LV 有关系哦，有关系，哎呀有关系哦。咱来要看是啥物行业，吼，甲这有关系咧。行业甲 LV 有关系？对，台湾 LV 号称。台湾 LV 哦，咱的店家顶管有这个老行业。我知啊啦。你知啥物？但是有一个号称。系啦。你讲怎样？拜托。你讲怎样？啊，你讲啊，你讲啊。这大酒店嘛有。大酒店嘛有。台湾的哦，安尼有名啊。外国人会来买。系啊，我最近你啊，你知影啥？你知？怎样？我秀儿妈妈呢，我有体会呢。啊，你啥个拢知影是？对没啊？我一两三会当真会讲出来嘛。一两三我坑底下的时阵，同时要讲出来。好啊，来哦，啊袂使对嘴袂使对。一、两、三，啊，就是家己地啊！安尼你真正有对流行哦，所以唔知吼，咱就是这个台客包一定爱有的啦，吼。上摔趴对，上摔趴。啊，要来讲这个故事。以前的咱青寮吼，就是迄阵无，迄当阵阿哥拢是开始有塑胶的时阵，咱就会用这个材料来去做卡网，透过这来去赚钱安尼。所以以前咱青寮是拢有做侪咧做这个。但是以前就是用哪种塑胶做的嘛？是。啊，古早时阵呢？搁较古早，伊的阿公迄个时代都唔是啊哦，无塑胶的时阵呢，来我有传一卡。国际精品凯利包，台湾的凯利包，对，够玫瑰，来，稻草，唔是，搁来要一个，唔是稻草，是钓啊，唔是，来你要摸一个，搁偏一个嘛，偏一个，伊个味做香的草啊味，啊，这一片就知啊。因为你搁知影哦，原来哦，然后，哦，应该是黑啦。哦，黑啊，这个呢是咱吼。咱叫三角草，台语叫三角草，啊，咪叫咸草、咸草、蔺草、蔺草，台语叫咸草。咸草，对。这个都是吼，咱较早其实每一个因除了种产以外，吼，因的平常若是农作物就是休息的时间，因就会做这个加工，来打零工啦，赚零用钱安尼。哦，所以每一个家为细汉到大汉，拢爱参与这个工作哦。吼，来，咱后一张咱来看这，伫青寮这个物件嘛足特别的，因为因家较早每一个家户拢有这个石轮呐，就是要甲这个草哦练到白。所以啊，因遐吼保持身材吼，拢是妈妈保持身材拢是用这，嘿，爱伫遐做迄个特技表演。有机会嘛是会当来体验。啊，你的导览差不多啊吗？是，差不多啊。就精彩，就精彩。阿公，多谢，来听这。但是吼，我印象当中吼，这个青寮敢若唔那安尼呢。我记得我有一届去，啊看，那规蛇路敢若拢有咧卖嫁妆，迄个感觉。以前的就是讲咱头讲老家拢足繁荣的嘛，所以以前就有卖迄个家具行的家具嘛，咱家庄也有家具啊，有家具行，啊嘛有咱饼店，吼爱买饼，然后啊搁有咱头拄讲有剃头店啊，啊查某的就有迄个美容院嘛，吼啊搁有咱迄个西装店，吼啊所以咱有遮尔侪物件伫即个老家吼，咱一个牛车吼，就会当甲物件款的买卖。就会当准备来结婚啊！牛车，较早大人有讲嫁妆一牛车，哦，是足澎湃的意思。就是讲爱请互人看到。讲今仔阮要嫁查某囝，你看我的嫁妆甲准备遮安尼。做面子的，所以嫁妆一牛车是真正有这件代志。是真的，但是今摆无啊啦。今摆无啊啦。所以今摆敢有通体验去到遐时阵，敢有通体验？
有其实有店家咧做啊，但是以前吼，阮其实嘛有办一个活动，互咱在地阿公阿嬷哥重温一下。所以因像咱这个岛民吼，以前真正阮有来互因体验，搁一届安尼一个安尼闹热的过程，搁甲演一届。但是阮今仔日阮三个是试兼正小队呢，啊，阮也拢无试到。哎呀，我嘛有试看嘛，你刚刚咧讲啊，莫互分数好啊。来，一个土豆粿，等下我嘛食一嘴咱大男先是有查伊的朋友来，朋友来哦，朋友。对，啊，搁有一只牛，这个牛吼真辛苦。啊，真正有讲有听到。听啦，真要来欢迎我的朋友吼，这只牛吼，咱牛尾台南吼，安尼行到正啦，啊，真正有台北一只够远的啊，啊，到咱头前吼，迄个梅人婆啊，是我的好朋友啊，行到今仔日多好，行到台北。要介绍你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吼，咱的洪柳娟，吼，伊是咱在地社区吼上重要的媒人婆啦，媒人婆啦，我嘛是好命婆就对啦。好命婆啊，真正牵一只牛，你真正是，是老车，这是咱的灵感呢。今仔变牛角啦，今仔啊有牛车，啊嘛有嫁妆，新牛呢？有啊，咱有新牛，今仔日拄好嘛有新牛。你就想要结婚，想要跟我一起呗。好，再讲一句。头一遍结婚的，电视顶管，哎，阮早叫要订啦。因囝嘛是单身啊，做回来结婚好。我跟你讲，啊，这两个我搁够亏呢，亲呀，啊，搁多少钱都对啊，宝贝来哦，啊，听嘛哦，好安尼啊，每人宝马来有牛车咧，结婚咯，来去。刷来后，再来啉烟仔汤。我找人在家，啊，是拢来食在嘿。咁无伊代志咁快。你虽然足无愿意，你嘛是爱来爱去。对。来，烟仔食香脆。茉莉公主，你是看无啥有啊？烟仔食香脆安那？生囝双双对。哦，双双对对万年富你中华人更好食呢。老师啊，你看嘛，富贵万万年。安尼圆满啦吼。哎，安尼圆满啦。圆满哦。来，开。这个头一摆，体验做新娘。哎，足紧张诶！这个感觉是啥物感觉啊？哎，感觉讲足侪人做伙足闹热咧。哎，足闹热。啊，我上介听迄好命婆咧念迄四句咧嘛。听下新娘坐关关。生囝出状元啦，嘿。啊，感觉大家足好，大家闹热啦。迄不管是熟悉无熟悉，拢对伫遐话哦。真嘞。够欢喜的呢。嘿啊，拄只考就无熟悉，一直讲，哎，来混巧。我是关你什么代志？我恁爸爸，你甲我讲无熟悉，你怎么嫁人？你怎啊？我甲你饲甲遮大汉，你怎么甲我讲你无熟悉啊？你当初时啊，你遮细汉，我大只两个遮大汉，你怎么嫁人？你就怎么讲的啊？你怎么讲的啊？咱两个
哎，拢是单亲哦，单亲，感觉我有你的感觉，有感觉吼，对，嫁出去的。哎，但这是足古水的古早味的感觉对啊，真的呢。今麦拢看袂到啊，足少啊，哎，到底爱准备什么啊？嫁妆到底？嫁妆啊，嫁妆肥牛车的哦，安尼哦，肥牛车，哎，肥牛车哦，咱都食一只牛。花一车嘿，啊无我甲你讲吼，即摆咱拢已经到厝啊嘛，啊无放牛食草者。冇问题。啊，大家哪坐吼，啊，今日开讲啊，欢迎。来哦。啊，咱好命婆甲咱介绍一下，咱这个一牛桶的这个嫁妆内底佫有啥货？来，咱先看这行，嘿嘿，哦，这行叫做带路鸡，带路鸡，嘿，带路鸡就是要互咱新郎新娘好去嫁，嘿，啊，伊新娘的妈妈咧，伊准备一只公的，啊，一只母的鸡啊吼，用一条高笑的红线给因绑起来，暗时放咧面床骹，哦，啊，明仔早透早起来看对一只生出来，吼，公的生出来吼，啊，新娘就生生，查甫的，嘿，啊，若母的生出来咧，就生生。查某囝，啊，两个做出来，就生相生啦。哦，搁有咧，嘿，一个椅啊，是要创啊。这个椅啊吼，就是状元椅吼，就是生囝椅，吼啊，以前要临时要生吼，要找产婆嘛，无遐尼方便，啊，病院嘛做远的吼，啊，所以坐这条椅啊，然后家己生，坐咧顶管家己生，家己生，嘿，太安尼咧，啊，我捌生过呢，你看，都唔是我生的我甲咱差过尔，我无生。啊，你试看，你试。啊，是要哪生？坐咧边啊，这个坐咧吼，嘿，啊，即马准备好势，嘿，啊，出力吼，啊，出力，我来是安尼哦，了解。所以较早新娘安尼，这足辛苦嘿，啊，生，嘿，家己生，所以讲爱坐关关，吼，啊，生囝就中状元，嘿，你就念伊中状元啦，足辛苦，足辛苦，状元。上后一个，啊，这个吼，这个就是热汤，吼，热汤人去讲迄个底钱的啦，因为这内面拢爱底较甜吼，啊，摕出去。菜啊啊菜吼啊肥水不落外人田啊肥啊啊肥吼这就是咧基材的哦基材的。以前无变数啊，以前厝内无变数啊。以前厝内拢无变数啦，嘿爱用这啊，但是爱底较甜哦。啊，道理啊，一牛车热汤是内底爱底甜甜的炸起。唔是，用你这样结婚的啦，气味怪怪啦，流汤，嫁妆这是较私密的啦，较私密，啊，其他都有大项的家私啊，哦，什么裁缝车啦、面汤架啦，和查某囡仔吼，大房间内面这先费用的嘿。今仔这个体验太丰富，太丰富，太丰富了，你现在有信心呢？结婚嘛，伫家，对不对？最欢喜的哇！铃铛个玻璃，我多人先生袂歹吧？袂歹，但是朋友嘛袂歹，袂歹，但是嘛是爱拍分数。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无我有生气哦。咱有三大，有金山、甲银山、甲金头山啦。相关的就是金山，搁来银山，搁来金头。一定是金山啦，金山啦。像我上细啊，像我上细。我看者，哎，金山，恁查某囝拢嫁出去啊？真好，好，来。正刚刚有先，啊，我先呀，好来1、2、3。金山，正，来，平平，你要要算1、2、3。5、6、7。好啊，1、2、3，嘿。农村的都咱无共哦，嘿，你有食有掠，够汤给，我们囝拢生出来啊！恭喜哦，恭喜哦！
多谢恁的陪伴，嘛多谢两位导览先生，好命报，好命报。哎，希望我结婚的时阵，你会使放心流通好你传。观众朋友，你若是有特别故事要和大家来分享，欢迎来报名海海导览先生，咱后一摆相会，拜拜。